嗨，大家好，我係 Peggy 啊，歡迎嚟到水晶療癒之旅。今集我想同大家分享下點樣用水晶去保健身體。如果我哋要用水晶嚟做保健，就試下喺一啲小問題或者一啲小病嗰度開始先。例如頭痛，頭痛係最常見嘅症狀，亦都係最難醫嘅一種毛病喎，因為有好多病係會影響到頭痛㗎。所以一般人幾乎係冇辦法喺頭痛呢方面揾到究竟係乜嘢病造成頭痛㗎啦。但係如果只係睡眠不足，或者瞓得唔好，工作過度疲勞，用腦過度，又或者瞓得太多，都有可能會導致頭暈或者頭痛㗎。咁喺呢個時候就可以用水晶嚟試下啦。因為頭痛、頭暈嘅原因，通常都係因為累積咗太多嘅能量，負擔過重，就會令人有頭重腳輕嘅感覺，即係覺得頭重重咁啊。所以要將頭部嘅能量或者氣降翻落嚟，恢復平衡，咁就唔會有問題噶啦。第一個做法，可以試下將雙腳嘅腳心，亦即係湧泉穴，踩喺瑪瑙片上面，即係瑪瑙水晶啊，不過係一塊塊嘅，好多水晶鋪都有得買噶。大約10至20分鐘左右，就應該舒服好多噶啦。第二個做法就係可以直接坐喺瑪瑙片上面，大約又係10至20分鐘左右，應該好多人都會喺幾分鐘內舒服好多噶。第三個做法係手裏面可以攞住黑曜石球、煙水晶、黑碧璽或者泰國隕石等等，坐喺度將水晶放喺肚臍對落嘅位置，靜靜地坐喺度一陣間，就會覺得舒服好多。第四個做法就係，如果個頭真係好痛嘅話，亦都可以將前面講嘅3種方法結合，手攞住黑色嘅水晶，腳踩住同埋坐住瑪瑙水晶片，靜在一陣間，好快就會舒緩噶啦。另外，好多都市人都會有肩頸痠痛嘅問題。首先，我哋可以用白水晶、黑色嘅泰國隕石、捷克隕石，又或者血石。我自己就好鍾意用血石㗎。你可以將水晶直接放喺痠痛嘅位置，當然觀賞一下先放喺痛嘅地方，一定會好好多㗎。我就試過喺瞓覺嘅時候，因為枕頭嘅問題，令到我條頸好唔舒服啊。當時我就直接用一粒好似1蚊銀咁大、圓圓扁扁嘅血石放喺頸背嗰度，大約1分鐘左右就已經唔痛啦。之後仲好好瞓添。而有一種雙尖水晶，即係兩邊都係尖嘅，又或者有一啲係專登磨成雙尖水晶嘅，都可以用嘅。我哋可以攞住水晶觀賞一下，之後就用其中一邊掂住痛嘅地方，再觀賞水晶發出治療嘅能量去治療，充滿包圍住你痛嘅地方。大約5至10分鐘之後，就應該會好好多噶啦。又如果你哋覺得攞住水晶唔係咁方便嘅話，又想平時出街同開工嘅時候都可以做治療嘅話呢，我建議最好就係用泰國黑隕石或者捷克隕石，但係捷克隕石就係比較貴嘅。之後可以用膠布將黑隕石或者捷克隕石直接貼喺痛嘅地方嚟改善酸痛，而效果係非常之好㗎。仲有就係好多女仔都會有嘅 M 痛啊！我有個朋友痛起上嚟係要食止痛藥，同埋瞓唔到覺噶。我就教佢用黑色嘅水晶，佢就用咗黑碧璽，放喺床尾腳板底嘅位置，大約1分鐘左右，佢就已經冇痛啦。其實除咗放腳板底嘅位置，亦都可以放喺海底輪嘅位置噶喎，又或者除咗 M 痛之外，婦科嘅問題、性腺問題、荷爾蒙分泌唔好、男士嘅前列腺問題等等，
全部都係同海底輪、臍輪有關㗎。而同海底輪、臍輪有關嘅係紅色同黑色嘅水晶，例如紅寶石、石榴石、血石、紅碧玉、黑碧璽、煙水晶、黑曜石等等。大塊嘅瑪瑙水晶片都可以㗎。如果女仔有 M 痛，其實多數都係因為食生冷嘢多，或者唔識得保暖嘅關係，又或者係婦科嘅問題。我會建議用血石，夜晚瞓覺放喺肚臍對落嘅位置，或者海底輪嘅位置。仲有，如果用紅石榴石腰鏈，效果都係非常之好㗎。另外，如果有大塊嘅瑪瑙水晶片，又或者相對應嘅水晶，即係頭先講過嘅紅色或者黑色嘅水晶，都可以放喺有軟墊嘅凳上面直接坐上去㗎喎。如果可以嘅話，最好就係坐30分鐘以上。當然，放之前又要觀賞一下啦。仲有一種治療方法都好好㗎喎，就係首先瞓喺床上面，雙腳屈曲，兩隻手都揸住白水晶柱，用一入一出嘅方法，即係右手嘅白水晶柱柱尖係要向出嘅，而左手嘅白水晶柱嘅柱尖係向自己。跟住再喺肚臍位置放一支水晶柱，柱尖係向下嘅。再用6-2拍子做深呼吸，口呼氣，鼻吸氣，咁樣嚟去做深呼吸，大約維持5分鐘左右，呢個效果都好好㗎。跟住就係失眠啦。講起失眠，其實都幾令人頭痛㗎。睇起嚟好似冇乜嘢大不了，但係如果成日失眠嘅人，就真係好似喺地獄咁樣㗎。尤其係3更半夜，全世界都瞓晒，淨係得佢瞓唔着，漫漫長夜都幾難捱啊！我想分享嘅第一個方法就係喺床頭可以放一個唔係太大嘅水晶洞，因為紫色嘅能量係對應頂輪㗎，有鎮定安神嘅作用，應該會好瞓啲㗎。但係亦都要注意喎，床頭最好就唔好放一啲電子產品啦。真係會影響睡眠質素㗎。第二種嘅方法就係喺床頭或者枕頭嘅上面，即係個頭頂位置嗰度，放一個拳頭咁大嘅紫晶球，對失眠亦都有幫助㗎。同樣嘅方法，亦都可以喺腳板底放一啲黑色嘅水晶，例如黑曜石、煙水晶、黑碧璽、瑪瑙片，或者鱷魚水晶，都可以將頭部過多嘅能量拉向腳底嘅方向，從而幫助全身平衡放鬆，咁就會好瞓好多噶啦。而第三種嘅方法係有一啲靈氣嘅治療師會將細嘅紫晶柱放喺眉心輪嗰度，尖嘅向上，平嘅就貼住眉心嘅地方。有一啲會用舒區來石，效果都係一樣㗎。治療師仲會播一啲柔和嘅音樂，再將靈氣嘅能量送入呢個人嘅身體，過程大約30分鐘左右。其實喺香港甚至世界各地都有好多人學過靈氣，如果你哋學過嘅話，都可以試下咁樣做㗎。我自己就覺得效果非常之好啦。仲有就係腸胃嘅問題啊。平時用嚟保健嘅話，係可以用黃色嘅水晶㗎喎。我哋係可以用黃水晶、黃鐵礦或者黃玉，可以喺瞓覺嘅時候觀賞一下，之後就放喺太陽神經叢，即係胃輪或者肚臍附近嘅位置，效果好好㗎。我自己就曾經喺好多年之前，有一晚臨瞓嘅時候，忽然間覺得個胃好痛喎。但係我平時係完全冇胃痛㗎，而當時我係未深入了解水晶，又或者未上水晶治療班㗎。但係喺嗰一刻，我忽然間就記起胃部係對應太陽神經叢嘅，即係胃輪，對應嘅顏色係黃色，
又咁啱我床頭放咗一粒黃鐵礦喺度喎，我就即刻攞起嚟觀賞一陣，然後就放喺胃痛嘅地方。之後大約1分鐘左右就已經冇痛啦，嗰晚仲瞓得好好添啊！如果腸痛或者胃痛，痛得都幾犀利嘅話，可以試下用2支白水晶柱，大約1寸左右就可以㗎喇。一支放喺左手，柱尖係向裏面嘅；另一支就放右手，柱尖係向外嘅。跟住左手嘅水晶係放喺痛嘅地方，而右手嘅水晶就放喺身體嘅另一面。例如你胃痛嘅話，左手就放喺胃嗰度，柱尖係要向住自己嘅；右手就放喺背脊嗰度，身體係被2支水晶柱夾喺中間嘅。原理係左手引入能量，調整你痛嘅地方；右手就係疏導能量，將負能量帶出身體外面。但係如果你右手唔係咁靈活，放喺背脊嘅位置嘅話，咁你就可以瞓喺度咯。左手放喺前面，右手嘅水晶就放喺你痛嘅地方3寸左右嘅位置，柱尖要向外喎。咁樣亦都係可以造成疏導能量，幫助減輕痛苦嘅效果㗎。如果大家喜歡呢一集嘅話，記得俾 like、訂閱同分享啊！今集我就講到呢度先，下集再見，拜拜。